在宜兰的大溪渔港，目前差不多有120只渔船在出入。不过在地渔民反映讲，这空间实在是伤狭，清早会去下着，所以希望会当争取新港甲旧港会当合作伙。目前县府评估这工程的经费差不多要13亿外，嘛已经甲渔业署来争取。 头城大溪渔港港边鱼仔市场水产丰富，因为真青现老外是当地著名的观光景点，吸引真侪游客来。这个所在渔船出入真接，暗过船只停靠的空间严重不足。下晡渔船掠鱼倒来停靠伫大溪港，港内因为空间伤狭，敢若剩一条航线，袂使烧闪。渔民反映，出入的时阵，渔船定定拢会去烧虾，尤其是风台期间，在地渔民根本唔敢出港，因为若出去，港内一下就客满，家己倒来会无位停。 那就阿妈掠鱼转来拢无同我，尤其是风台啊，风台咧，你若风台咯，一定爱咯开去咯别个渔港。啊，目前为止啊，包括硬邦港到澳洲港，拢有咱遮的渔船啊，因为就是挖袂落才会刷伫遐。渔民争取政府会当甲大溪渔港的新旧港甲合建，增加当地渔船停靠的空间。通区渔会是评估新旧港合建了后，捕虾的长度会增加440公尺，流向范围嘛会增加1.23公顷。台风来临时，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好像挖船啊吼。 啊，这对于咱渔民来讲是非常的危险。那我们这个部分也是有积极跟渔业署去争取相关的预算，希望中央能够予以补助。县政府2022年就已经完成评估新旧港合并的工程，专案唔免宽评，初步估计工程经费爱13.1亿，不过各单也无法度争取到相关经费。县政府表示已经持续向渔业署积极争取，希望早一日会当完成相关的建设。记者采访报道。